大家好，我係傑特，繼續係敗家報告。今次主角就係而家戴緊個 Source OpenDocs One。咁今次咧，我係從京東訂嘅。本來咧，我諗等香港，但係香港唔知點解就一直都未有行貨翻。日本仲誇張，日本咧就眾籌之後咧就要5月先至開始派貨。咁我唔知等到幾時。咁幫襯下京東啦，難得佢而家用 HTV 幫賣又賣廣告，又打乜又打仗咁乜。3日就到咗啦，幾快？3日就係咩咧？星期三朝頭早訂，星期六到，而星期五咧就係清明節，所以冇人送貨。咁喺我嘅標準嚟講係好快嘅。好啦，講翻耳機先啦。嗱，好典型嘅一個電池位啦，下面就係個單元，戴法輕手用手指揩開佢，套落去，搞掂。嗱，好容易戴嘅。個觸控位就喺呢個位置度，輕點兩下就又停播咁樣，同埋咁樣撳住呢兩位，呢個係觸控位嚟嘅，佢係用觸控嘅，冇實體鍵。設計好舒服，但係唔夾耳，拍得住Bose 嘅 OpenEBox 係暫時咁講，但係好舒服。其中有個而家佢因為相對嚟講比較大啊，因為華為嘅 V Chip 咧，佢嘅設計咧佢做得好細個，感覺上你會覺得比較唔穩陣。佢呢個就比較大啲，不過咧佢中間個貼條咧比較幼啊，感覺上嗱唔係穩陣問題，係美感問題，就冇Bose 嗰隻咁樣戴落去咧，有一條鐵條咧都係個裝飾品，你覺得就好似比較地味啦，即係普通啲咧，唔係個位唔係特別靚啦。穩定性 OK 嘅，我帶過嚟一般輕鬆跑冇問題。不過咧，你又我以前都講過，戴呢類耳機咧，你硬係有心理作用就咩？佢喐下喐跌落嚟。雖然未試過，甚至走位都好少。即係如果你話輕鬆跑啊，一般jogging 咁樣嘅話咧，都唔會走位嘅。但係相對嚟講穩陣性就比較差。所以咧，如果你話帶嚟跑步嘅話咧，呢款 OpenFit 2或者係OpenOne Pro 會好多。但係如果你純粹係叫做咩，朝頭早起身跑幾個字，當係叫做咩，或者散緊步嘅話咧，呢個好夠嘅，算穩陣㗎啦。嗱，另一個咧佢所謂另一個咧就係佢嘅功能就係咩？冇分左右耳。佢設呢簡單佢利用水平設計啦，利用水平耳設計咧就咩？咁樣就係左耳，咁咧就左右耳，反轉就咁樣就即左右耳。咁咧就你有時戴一隻，如果你淨係戴一隻耳嘅話咧，你就唔使話淨係戴呢隻耳，戴嗰隻耳，總之拿上手戴同一隻耳得啦。電力方面，佢仲有差啲唔記得咗講，佢支援係自行自行關機嘅，即係話你攞落嚟佢會自動熄機。雖然有啲人例如我係唔識用嘅，但係有啲人習慣咗就咩拎起嚟有即係你就攞落嚟，佢停咗，咁就唔使特登走去熄佢嘅機啦。另一個咧係啊，算唔算係革命性大科技咧？終於支援無線充電啦！嗱，無線充電嘅，我係唔明點解 Bose 又好 Anker 又好，佢嘅呢啲耳機盒都唔支援無線充電。明明佢同一般充電盒冇分別啫。你一般無線耳機都無線耳機都充到電嘅啦，無線充電嘅啦。但係唔知點解呢啲所謂真無線呢啲咁嘅開放型耳機就唔支援，直接呢個好方便。尤其是朝頭早你咁樣擺喺個充電位嗰度，你唔使煩，咁出門口攞走佢咁就得啦。你唔使成日記住要插條線充電。電力方面10個鐘，而家我覺得無線耳機咧7個鐘只叫合格嘅啫，10個鐘先叫好。超過10個鐘先叫長，咁佢啱好叫10個鐘，佢叫用咩啊？好嘅標準。咁你同埋佢又當然佢係支援快速充電啦，呢個就唔使講噶啦。好啦，聲方面，嗱，以1000蚊頭，即係1200、1300左右嘅耳機嚟講咧，好好聲，三頻平均啦，聽落好舒服，冇乜特別。唔會特別差，即係冇話特別好啊，或者咩好強烈嘅嘢，唔似話Bose咩，低音好重咁樣，好平均。千零蚊嘅耳機嚟講咧，最強嘅啦，開放型耳機。但係就都係嗰句，唔好期待佢係可以同Bose比。耳機咧
一直以來我講咗好耐，即係講咗好多次㗎啦。耳機咧從來得1分錢1分貨嘅，1300蚊嘅耳機咧，你只能夠同1300有1000樓下嘅耳機相提並論。而 Bose 呢個佢賣官角賣成差唔多2000，你當佢係高一個 grade 嘅，一高咗個 grade 成個唔同晒㗎啦個耳機。你唔能夠攞嚟即係叫做比較，冇比較冇意思嘅，一定係 Bose 依然係最好。其次咧，如果係千零頭嘅話咧，Source 嘅 OpenFit 2同埋我而家戴緊嘅OpenDots One 咧係最好噶啦。我覺得甚至好過 Free 添。至於音量方面，佢設計咧嗱，佢設計有啲唔同嘅。佢而家設計佢將個喇叭嗰個出聲位咧係屈入去嘅，即係話一戴落去咧個音出音位咧，其實喺耳窩度唔係耳窿度嘅。好處就係佢漏音低咗。嗱，我而家做一紮測試啊！我用個咪，我測試播歌，睇下其實漏音情況啦，50%。嗱，呢個就係一般室內啊，頭先我回翻最暗情啦。一般室內咧，就聲已經好大㗎啦，安靜嘅環境嚇。八成。最大聲，嗱，我而家再測試下聽有聲書啊！有聲書情況就比較特別啲嘅，因為佢聲咧，佢相對嚟講會比較細，佢冇咁大聲嘅。嗱，5成。8成，最大聲，好啦，測試完啦，測試完啦。漏聲程度控制得好好，因為佢本身就特登屈入去，再加埋佢唔知咩技術啦。佢屈入去咧，佢耳窩咧漏聲係控制得好好嘅，唔會咁容易聽到。不過咧，相比起OpenFit 2講細聲咗，佢就叫做大聲過 Bose 啦，就冇 OpenFit 2咁大聲。佢雖然官方就話俾你可以做運動，但係我覺得佢實際上佢真嘅定位係偏向咩啊？日常生活，即係例如話你屋企啊，或者喺office 做嘢嘅時候咧，即係我成日講，你做嘢又聽人講嘢，但係想聽下音樂嘅話咧，佢係依個設計嘅，唔係話俾你攞嚟叫做咩啊？即係叫做打網球啊，打籃球咁樣。因為你如果打籃球、跑步嘅話咧，依隻設計咧一撞甩㗎啦，佢唔襟，即係唔係話可以俾你攞嚟做激烈嘅運動啊？尤其你跑馬拉松咧，如果你跑下突然間俾人撞甩咗耳機嘅話，你就好大鑊㗎啦，甚至。有耳鈎嘅OpenFit 2跑比賽嘅話都會驚，你會有個陰影就係咩？驚隨時跌落嚟。所以Open One Pro 嘅嗰種有個環有個勾環，有條中間有條鐵腳勾住嘅話咧，會好多穩陣啲，心理紮實啊！即係你有跑過步有戴耳機跑步人，你會知道有個嘢你中間有條鐵片咧勾住咧，係心理係穩陣好多嘅。嗱，至於講電話方面，我從來唔做測試嘅，以前都講過㗎啦。你買耳機，我唔知道我唔多覺得會有人係為咗攞嚟即係帶住攞嚟講電話嚟買耳機。你買佢就攞嚟叫做咩？聽音樂咁樣。而一般嚟講，耳機嘅電話即係講電話功能啊 ，OK 啦，還可以啦，Sam 啦嗰隻比較冇意思嘅，所以佢佢咧。咩講電話咩抗噪科技咧，算罷啦！你真係想要好嘅通訊嘅表現嘅話，唔該 Apple AirPods Pro 嗰個係而家現時為止最好講電話最好表現嘅耳機，因為佢起碼有支咪突出嚟。你要期待一個冇咪突出嚟嘅耳機，
講對你評價佢電話講電話好唔好多鬼餘嘅，所以我從來唔評價，唔好問啊呢個。同埋我呢度都唔係乜嘢專業節目咩專業耳機評測，純粹個人嘅大家咁上啫。好啦，跟住講下啲唔係太滿意嘅。首先，觸控鍵，佢實際上佢能夠佢雖然話可以自定，實際上自定嘅嘢係好少，好似基本上等於冇得自定咁滯嘅。你除咗就俾佢撳住兩個嘢跳放大聲、較細聲或者跳下隻歌，同埋拍下停之外，冇嘅嘢可以教。選項仲要少過 OpenFit 2，同埋冇實體鍵係好唔方便嘅，因為佢撳住嘅話咧，你撳住一段時間佢先有反應。有實體鍵嘅話咧，你撳一下咧，你知道佢咧就即刻有反應，佢直覺性好多，咪減低咗誤操作。因為有時咧你跑嘅時候咧，你喐下耳機咧，你如果撳錯唔小心你揸住嗰個嗰個電池位嘅話咧，佢就以為觸控你就以為做咗指令，咁你跳一下隻歌就好唔方便嘅。呢方面咧有實體鍵點都贏噶啦。仲有佢嗰個 EQ 咧，即係例如話可以校咩杜比佢杜比立體聲啦。雖然杜比立體聲，我覺得其實就假咗啲咯，唔係特別啲唔用，我覺得分別唔大。又用咗又唔係特別靚嗰聲。至於 EQ 方面，佢嗰個所謂嘅人聲系統咧，以前好啲嘅，但係唔知點解OpenFit 2又好 OpenDots One 又好，佢個所謂人聲之後聲輸系統咧唔明顯，撳咗同唔撳佢個變化都係唔大。咁我覺得就冇必要特登去用呢個功能啦。好啦，咁總結下啦。如果你諗住1000頭，唔想買雜乜嘅耳機，梗係有啲好雜乜噶啦。唔想買啲好雜乜幾嚿水嘅耳機，呢隻耳機幾嚿水有交易噶啦。如果你嫌嗰啲耳機唔夠靚聲，個款唔靚仔，或者係電力唔夠長，諸如此類，呢個 OK 嘅。Source 嘅品質係有保證嘅。佢都算係高喺呢度高階耳機裏面，佢聲電力啊各方面佢都做到個平衡。當然直到而家為止，如果你唔考慮成本，我就要最靚聲嘅話，依然係呢個，依然係 Bose。但係如果你考慮，但係你如果你諗住係1000頭、1200、1300蚊啦，香港應該1000蚊出到貨嘅。如果你諗住1300蚊，有一個開放型耳機，夠電力夠長，可以帶長日都唔使除落嚟。OpenDots One 係絕對可以考慮嘅。好啦，咁今次就差唔多啦。咁我咧呢一年咧，我都幾誇張啊！1月就買 Bose，2月就買 OpenFit， 3月就當呢個啦。呢個只係3月，我呢個我知3月尾訂翻嚟嘅。咁4月尾咁咧，我哋啱啱喺美國啊，係美國 Source 咧訂咗Open One Pro 2嘅波士頓馬拉松限定版，因為好靚仔。即係話我一個月買一個，同埋一口氣買連續買咗3個 Source 耳機，我就變咗 Source 耳機頻道啦。好在唔係個 Source 耳機我啱，我仲有個 OpenStream 研究講過啦，即係我自己越買越多呢間公司嘅產品，但係唔係特別中意呢間公司喎，真係奇怪。好啦，咁今個集就到此為止啦。咁下一次睇波士頓馬拉松個限定版做出嚟咧，我攞翻嚟我就咧要做開下啦，因為嗰個版本咧係只限未加賣嘅。香港嘅話咧係喺美國買完要用集運寄過嚟。好，下一個集再見，拜拜。